国政府运营的中国新闻网11月1日报道，从东突厥奇谭到中国各省的煤炭运输规模和速度都有所增加。其中，在至2022年9月，从东突厥奇谭运往中国的煤炭超过5500万吨。在此期间，东突厥奇谭的煤炭开采量增加了 35%， 成为中国第2大煤炭开采量。报告虽然将其描述为东突厥奇谭的发展，但也声称这是应对俄罗斯战争爆发后出现的全球能源短缺的措施之一。维吾尔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哈克姆·伊德利斯会见了部分印度议员、大学教授、学生和部分研究中心负责人，并接受了印度主要媒体的采访。10月底访问印度一周的阿卜杜哈克姆·伊德利斯与各研究中心的官员就东突问题、维吾尔种族灭绝、中国在东突的压迫、中国的扩张主义及其给印度带来的危险等话题进行了交谈。各研究中心负责人强调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并表示愿意合作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在海外，主要是欧洲设立治外法船的海外禁务服务点的调查进一步扩大。继荷兰、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关闭禁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也加入了调查的行列。人权组织保卫卫士上个月发布的有关中国在全球设立了50多个海外禁务服务站的消息震惊西方世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反弹1个月后，最新指数再度下跌，创3个月以来的最低。据报道，10月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跌至 49.2， 比上个月下跌 0.9， 创3个月的最新低，超越市场预期。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总理舒尔兹中国之行前警告舒尔兹，并敦促他在中国不要忘记原则与表达强硬立场。贝尔伯克称，联邦总理已经决定了他的赴华旅行时间，现在舒尔兹应当在中国向中国阐明我们在联合协议中共同制定的对华政策信息至关重要。上述言论是来自绿党的比尔伯克今天在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时所说。那些切湾自治共和国国家安全局被废除，由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那些切湾总局取代。这样，列属于那些切湾自治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的安全部门直接列属于巴库中央政府。